三国志卷32属书2。先主传，先主姓刘，会被自玄的涿郡涿县人，汉景帝子中山靖，王胜之后也。盛子真元寿6年封涿县路承亭侯，作骤京师侯。因家焉，先主祖雄、父弘世事州郡。雄举孝廉，官至东郡范。令先主少姑与母范吕之席位业。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升高5丈余，遥望见彤彤如小车盖，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，或未当。出贵人，先主少时，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，言无必当成。子与宝盖车，孰父子敬谓曰：入屋望雨，灭无门也。年15，母使行学，与同宗刘德然、辽西公孙瓒据事故九江太守，同郡卢植。德然复元起长资给先主与德然等。元起妻曰：各自一家，何能长耳邪？元起曰：吾宗中有此儿，非常人也。而瓒身与先主相友，瓒年长，先主以兄视之。先主故甚乐读书，习狗马、音乐、美衣服。身长7尺5寸，垂手下膝，故自见其耳。少语言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好交结豪侠，年少征赋之。中山大商张世平、苏双等资累千金，贩马周旋于涿郡，见而异之，乃多与之精财。先主是由得用何图众。灵帝末，黄巾起，州郡各举一兵，先主虑其属从校尉邹进。讨黄巾贼有功，除安喜尉。都邮以公事到县，先主求业不通，直入伏都邮，杖200，解受系其颈着马柳，弃官亡命。亲之，罢将军何进遣都尉吴秋义一丹阳募兵，先主与俱行，至下培育。贼力战有功，除魏下密城，复去官，后为高唐尉，迁尉令。为贼所迫，往奔中郎将公孙瓒。瓒表为别部司马，时与青州刺。PG 52，使田开以据冀州牧袁绍，数有战功，世守平原令，后领平原乡。郡民刘平素亲先主，使谓之下，使客赐之。客不忍赐，与之而去，其得人心如此。袁绍攻公孙瓒，先主与田凯东屯骑。曹公征徐州，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凯，凯与先主俱救之。时先主自有兵1000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，又掠得鸡民数千人。既到，迁以丹阳兵4000议先主，先主遂去凯归迁。迁表先主为豫州刺史，图恩小沛。迁并笃为别驾弥竹曰：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。迁死，逐绿州人迎先主，先主未敢当。下裴陈登谓先主曰：今汉室凌迟，海内轻旅立功立事，在于今日。彼州因富，户口100万，欲驱使军府灵州事。先主曰：元公怒，尽在寿春，此君4世武功，海内所归，均可以周与之。登曰：公怒骄豪，非治乱之主。今欲为使君，何不其10万，尚可以。匡主晋明，成5霸之业，下可以割地守境，输功于竹帛。若使君不见听许，登亦未敢听使君也。北海乡孔融谓先主曰：元公怒，岂忧国忘家者邪？冢中枯骨，何足介意？今日之事，百姓与能，天与不取，悔不可追。先主遂领徐州，袁术来攻，先主拒之于盱眙、淮阳。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，封仪承亭侯，是岁建安元年也。先主与术相持经月，吕布乘虚袭下。下裴守将曹豹反，兼营部，不虏先主妻子，先主转军海西。杨凤、韩先寇徐，杨坚先主邀集，尽斩之。先主求和于吕布，
不还其妻子。先主遣关羽手下陪，先主还小沛复合兵的万余人。吕布恶之，自出兵攻先主，先主败走归曹公。曹公后遇之，以为豫州牧，将至沛收散卒，给其军粮，亦与兵使东极部。不遣高顺攻之，曹公遣夏侯惇往，不能救，魏顺所败，俘虏先主妻子宋部。曹公自出东征，助先主为不于下邳，生秦部。先主父的妻子从曹公还许，表先主。魏左将军李之欲众，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。袁术欲经徐州北。PG 53救袁绍，曹公遣先主都朱陵、陆昭要急术。未日，术病死。先主未出时，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辞授第一代中密诏，当诛曹公。先主未发。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：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不足数也。先主方时，施比柱，遂与成疾。长水骁卫种疾，将军吴子兰、王子服等同谋。会见使未发，士爵成等皆伏诛。先主据下邳，临等还，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羽守。下邳而深还小沛。东海昌罢反，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中术。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联合，曹公遣刘岱、王忠击之不克。5年，曹公东征先主，先主败击。曹公尽收其众，掳先主妻子，并擒关羽以归。先主走青州，青州刺史袁谭，先主故茂才也，将不齐迎先主。先主随谭到平原，谭持使白绍，绍遣将道路奉迎，身去夜200里，与先主相见。数月余日，所失王士卒稍稍来及。曹公与袁绍相聚于官渡，汝南黄金刘辟等叛曹公应绍。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，关羽亡归先主。曹公遣曹仁将兵及先主，先主还绍军，因欲离绍，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。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，与贼公都等合众数千人。曹公遣蔡、杨吉之为先主所杀。曹公既破绍，自南击先主。先主遣糜竺、孙乾与刘表相闻，表自交营，以上兵礼待之，一骑兵使屯心也。荆州豪杰归先，主者日益多，表夷其心，因遇之。使据夏侯惇、于禁等于博望。久之，先主设伏兵，一旦自烧屯未顿，惇等追之，为伏兵所破。12月，曹公北征乌丸，先主说表袭许，表不能用。曹公南征表，会表卒，子从戴笠前时请将。先主屯樊，不知曹公。卒至完，乃闻之，遂将其众去。过襄阳，诸葛亮说先主公从荆州可有。先主曰：无不仁也。乃驻马呼从。从惧不能起。从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，此到当阳，众10余万，辎重数千两。PG 54日行10余里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，使会江陵。或谓先主曰：宜速行保江陵，今虽勇大众，被夹者少，若曹公兵至，何以拒之？先主曰：夫计大事，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吴，吾何忍？弃去。曹公以江陵有军时，恐先主拒之，乃是辎重亲军到襄阳。闻先主已过，曹公将精骑5000骑追之，一日一夜行300余里，及于当阳之长坂。先主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。其走，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。先主携驱汉津，是于与传会得。既免，欲表长子江夏太守其众万余人，与拒到夏口。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，权遣周瑜、程普等水军数万，与先主并立。
与曹公战于赤壁，大破之，焚其舟船。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，追到南郡，时又极易，北军多死，曹公引归。先主表其为荆州刺史，又南征4郡，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贵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皆将。庐江雷续律部，取数万口击丧。其病死，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至公安。权烧，谓之尽媚故好。先主至今见权，筹谋恩济。权遣使云欲共取，蜀或以为一报听许，吴中不能越今有蜀，蜀地可谓己有。今州主不因关进曰：若为吴先驱，进未能克蜀，退为无所成。即是去矣。今但可然赞其伐蜀，而自说新据诸郡，未可心动。吾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。如此进退之计，可以收吴蜀之力。先主从之，全国辍计，迁官为别驾从事。16年，益州牧刘张尧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，内怀恐惧。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张曰：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，若因张鲁之自宜取蜀土，谁能御之者乎？张曰：无故忧之，而未有计。松曰：刘豫州使君之宗室，而曹公之深仇也。善用兵，若使之讨鲁，鲁必破。鲁破，则益州强，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。张冉之前法正将4000人迎先主，前后路一以拒。PG 55，亦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，先主留诸葛亮、关羽等据荆州，将不足数万人入益州。至服，张自出营，相见甚欢。张松令法，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，便可于会所袭张。先主曰：此大事也，不可仓卒。张推先主行大司马，领司隶校尉。先主亦推张行镇西大将军，领益州牧。张增先主兵，使及张鲁、右令都白水军。先主并军3万余人，车甲器械资货甚盛。是岁，张还成都。先主北到加盟，未及讨鲁，后述恩德，以收众心。明年，曹公征孙权，权呼先主自救。先主遣使告张曰：曹公征吴，无忧为急。孙氏与孤本未唇齿，又乐尽在亲昵语。关羽相聚，今不往就与，进必大克转青州界，其忧有甚于鲁。鲁自守之贼，不足虑也。乃从张求万兵及资宝、食玉，以东行。张但许兵4000，其余皆给办。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：今大事垂可立，如何视此去乎？松兄广汉太守素据获代，己白张发其谋。于是张收斩松，嫌隙使构矣。张斥官戍诸江，文书误复关通先主。先主大怒，召张白水军都阳淮，则以无礼，斩之。乃使黄忠、卓英勒兵向张。先主进至关中，执诸江并事。卒妻子引兵与中英等进道服，据其城。张遣刘归、冷包、张任、邓贤等据先主于服，皆破败，退保绵竹。张复遣李严都，绵竹诸军，严律众将先主。先主军一强，分遣诸江平下属县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将兵速留定白帝、江州、江阳为关羽。刘镇荆州，先主进军为洛。时张子寻守城，被攻且1年。19年夏，洛城破。晋为成都数十日，张出将，蜀中因胜。封乐先主至09大享士卒，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，还其谷。先主复领益州牧，诸葛亮为古公，法正为谋主，关羽、张飞、马超为爪牙，许靖、糜竺、简雍为兵友。及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本张之所受用也。吴一、费观等又张之婚亲也。彭样佑 PG
56。张之所排病也，留八者素习之所忌恨也，皆处之险任，尽其气。能有志之士，无不尽劝。20年，孙权以先主以得益州，使鲍玉的荆州。先主言：须得凉州，当以荆州相与。权愤之，乃遣吕蒙袭夺长沙、零陵、贵阳3郡。先主引兵5万下攻安，令关羽入益阳。是岁，曹公定汉中，张鲁遁走巴西。先主闻之，与权联合分荆州。江夏、长沙、贵阳东属、南郡、零陵、武陵西属，引军海江州。遣黄权将兵迎张鲁，张鲁以降曹公。曹公使夏侯渊、张合屯汉中，数犯报8戒。先主令张飞进兵荡渠，与何等战于瓦口，获张合等收兵还南郑。先主议还成都。23年，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，分遣将军吴兰、雷同等入成都，皆为曹公军所没。先主赐于阳平关，与渊、何等相聚。24年春，自阳平南渡沔水，袁山烧前，于定军兴事作。营渊将兵来征其地，先主命黄忠成高鼓造攻之，大破渊军，斩渊及曹军所属益州刺史赵勇等。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。先主遥策之曰：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，我必有汉川矣。及曹公至，先主练众据险，终不交锋，激越不拔，亡者日多。夏，曹公国引军还，先主遂有汉中，遣刘封、孟达、李平等攻申丹于上庸。秋，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，表于汉帝曰：平西将军都亭。侯陈马超、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陈许敬迎司马陈庞熙。一曹从事中郎军义中郎将陈涉元、军师将军陈诸葛亮、荡寇将军汉寿亭侯陈关羽、征虏将军新亭侯陈张飞、征西将军陈黄忠、镇远将军陈赖公、扬武将军陈法正、兴业将军陈李严等120人。上言曰：袭唐尧至圣而四兄在朝，周成人贤而四国作。南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，孝昭又冲而上官逆谋，皆逢世宠。借吕国权，穷凶极乱，社稷己为。非大顺、周公、朱须、伯禄 PG 57，则不能流放秦讨，安为定亲。夫为陛下但滋盛的统理万邦，而遭厄运不造之间。董卓守南，荡覆京畿，曹操皆获，窃直天衡皇后太子镇杀贱害，拨乱天下，残毁民物。久令陛下蒙臣忧恶，忧处虚意。人神无主，恶绝亡命，厌媚皇疾，欲道神弃。左将军领司隶校尉尉京邑3州牧宜城亭侯备，受朝爵。至，念在书吏，以训国难。睹其击诏，赫然奋发，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，将安国家，克宁旧都。会成机事不密，令操游。浑得遂长恶，残民海内。臣等每据王室，大有言乐之祸，小有定安之变，夙夜惴惴，战力累袭。习在于书，敦叙九族州。兼2代，封建同姓，施着其意，历载长久。汉兴之初，割列疆土，尊王子弟，是以足折诸吕之难，而成太宗之基。臣等以备废府之业，宗子凡汉，心存国家，念在米乱。自操破于汉中，海内英雄望风以复，而爵号不显，久袭未佳，非所以正位。社稷光昭万世也。奉祠在外，理命断绝。袭河西太守梁统等，执汉中心，陷于山河，未同全军，不能相虑，咸推窦融以为援。率足力效击，摧破韦骁。今社稷之难，急于陇、蜀、操外吞。天子内残群僚，朝廷有萧强之为，而御武未见，可谓寒心。
臣等折依旧典，封被汉中王，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，扫灭凶逆，以汉中、巴、蜀、广汉前为魏国所属至一汉初。诸侯王固典，夫权宜之治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然后攻城事，立臣等退服剿罪，虽死无恨。遂于沔阳设坛场，陈兵列众，群臣陪位，独奏器，欲王冠于先主。先主上言汉帝曰：臣以具臣之才和上将之任，董督三军，奉辞于外，不得扫除寇难，尽匡王室，久使陛下圣教陵。6合之内，否而未泰，唯有反侧，趁如棘手。囊者董卓造，魏乱阶自是之后，群凶纵横，残波海内，赖陛下圣的威灵，人神同应，或忠义奋讨，或上天降罚，暴逆并役，以见兵消。PG 58，唯独曹操久未消除亲善国权，自兴极乱。陈喜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，机事不密，承见陷害，陈波越失据，忠义不果，遂得使操穷凶极逆，主后戮杀，皇子震害。虽纠合同盟，念在奋力，懦弱不武，历年未效，常恐允梅辜负国恩，昧误咏叹，细替若力。今臣群僚以为在袭于叔敦酗酒足，庶民利益，武帝损益，此道不废。周监二代并建诸姬，时赖晋郑家府知府，高祖隆兴尊王子弟，大齐9国，族斩诸吕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恶直丑正，时反有图，包藏祸心，篡道以显，继宗室为弱，帝族无畏，斟酌古事，依驾权宜，上陈大司马汉中王。臣福字3省受国厚恩，何任一方，臣力未效，所获已过，不宜复舔。高位以重罪谤，群僚见逼，迫臣以义。臣退为寇贼不消，国难。未以宗庙亲为，社稷将坠成，成臣忧则遂守之父。若应全通，便以宁静圣朝，虽覆水火，所不得辞，感虑长宜，以防后悔。折顺众议，拜受应喜，以崇国威。养为爵号，位高宠厚，辅司。报效忧深则重，今不累习，如临于骨。尽力书成，奖励6师。欲其群议，应天顺时，扑讨凶逆，以宁社稷，以报万分。谨拜张英义上海所驾左将军，宜承亭侯应受。于是还至成都，魏延为都督镇汉中。时关羽攻曹公江曹人，擒于禁于樊。而孙权袭沙羽，取荆州。25年，为文帝称尊号，改年曰黄初。或传闻汉帝见害，先主乃发丧制服，追谥曰孝敏皇帝。事后在所病严重瑞日月，相属顾议郎杨权侯刘豹、青衣侯项举、偏将军张翼、黄权。大司马属阴纯，益州别驾从事赵佐，至中从事杨弘，从事祭酒。河宗一曹从事杜琼，劝学从事张爽、尹默、乔州等上言。臣闻河图、洛书、五经谶为孔子所珍，验印自远。仅按洛书真要度曰：是3日的昌，9世会备，何谓帝纪？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地道，被称皇，以统握器，百成不败。PG 59，洛书录运其曰：9侯7节征命名吹骸，道路及几履人头。谁识主者选且来。孝经公命绝录曰：第3件9会备。臣父群魏王时，沿西南树有黄气，直立数丈，见来今年时有。景云祥风，从玄机下来应之，此谓易锐。又22年中，树有 total 底线 LINES 0 export 底线 trimmed by ACCELON 3 exporter 3.81015